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嚟》，我係 Rita 林妙天。Rita 喺節目當中，我先攞大家預告哦，第10屆次生命少磅金票數可以打咧。最近呢，就來當到攞了相關嘅主題，我攞大家分享。喺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哋談到運動嘅營養。一個好嘅運動員，佢嘅營養天出而有辣椒，韓國幾樣做得喺場上有好嘅表現出麼？在今日節目當中非常歡喜邀請到營養顧問，咪係國內醫學嘅營養師喺節目當中，韓國呢 NEC 上面少磅金咧協會嘅秘書長喺節目當中來大家分享。首先先來分享 NEC 嘅營養師，每一波營養師你好，大家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功能醫學營養師呂美寶，那也是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的營養師顧問。哇！分享線上基本嘅為咗大家分享，讓班人識到有健康有營養哦。接下來呢，我來分享次上面棒球協會嘅秘書長，係你嘅前任秘書長分享。嗨，大家好，我是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的秘書長吳靜怡。哇！分享兩位，你特別哈，都要給時間到了這時間哈，你是當期台，我們的棒球賽要開打了，錯嗎？所以大白到了時間，可能就給你們今天穿着今年的 logo， 今年的衣服，對，第10屆，大家就說有獎哦，就說有獎哦，哈，讓大家覺得很有活力，對不對？第10屆了耶，所以其實第10屆大家就很關心，什麼時候哪時都得看到比賽，嘛改世界為播出，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比賽的資訊好嗎？好，我們今年的杯賽是12月3號到12月6號在高雄的8個場地舉行，有8個場地，然後在12月3號的下午，我們還有舉辦棒球教室的活動。協會會邀請了許多現役的職棒球星來參與，然後讓這些來參加杯賽的小朋友，他們能夠近距離的跟這些打職棒的大哥哥學習，然後跟他們交流。這是他們最期待的，真的，而且就是可以直接跟他們的偶像，甚至是哥哥們，大家都很有這些實戰的經驗，所以對於這個新興學子來說，他們就可以直接跟他們很崇拜的，像是教練級的人物來請教。對啊。我說按那個發通黑懂有意義哈，我看到美寶老師就眼睛發亮，因為從小就愛棒球，然後那個時候你也可以去追星一下了，對不對？對啊，因為我從國中我就開始看台灣那個中華職棒，然後那時候剛好也是味全龍，然後我的偶像又是張泰山，對，所以其實那時候我還記得還在教室裡面做紙球，然後用棒子在教室裡面打，然後沒想到後來念了營養，到現在還能夠跟我的興趣做結合，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也很光榮的事情。哇，很讚哦！剛才如講到呢，了擺比賽12月初3到12月初6哦，12月3號到12月6號，就是這總共在高雄的8個場地來舉行比賽哈。TPL 大家講，我們打到最後，是不是有冠亞軍跟季殿軍的比賽哈？季殿軍係第12月初6、12月6號哦，來肇慶11點係明路起播，是網絡的直播。那我們的這個冠軍，這個什麼時候打強烈的？趕緊下就1點半的明路當，同時客家電視台咪會同時嘅轉播，所以一定要請大家準時來收看哈，一起來熱血加油一下哈。除了講到了比賽，大家一定要鎖定比賽。在比賽之前呢，其實我們一系列還安排了關於怎麼樣吃的營養啊、健康，甚至跟少棒協會有關的講座內容，對不對？對，像這一次在協會的安排上，剛剛我們的秘書長說有安排亞德位加講到嘅，我們比賽啊，甚至跟球員近距離的接觸，還有哪一些講座的資訊呢？這個協會在這幾年來，我們有跟美寶老師這邊合作，就是贏在起跑點的講座。對，我們會去一些偏鄉的小學，去教導他們怎麼樣吃會比較健康。對。古時候會直接落到學校底度哦。那美寶老師，我們進到校園裡面跟孩子分享，因為這是您的專業嘛，然後要跟孩子說，來，我們要來吃什麼什麼什麼，那可能不要太多糖哦，那怎麼吃會吃得更營養？那老師在這樣的分享當中，你覺得孩子其實最需要的是什麼？其實孩子可能他們會比較關注在說，我可不可以打得有很好的成績。
或者是能够有很多上场的机会。但是其实但是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维持好很健康的身体的状况，一个身心的状况维持好，其他的这个棒球之路才能够走得长远。哦，嘿呢，所以你要叫票梯哈，叫赢在起跑点，你要赢哈，还应用改赢，不是输赢的赢而已哦。我们希望能够获胜嘛，当然哦，在比赛在增进当中，你当然希望取得好成绩。可是刚刚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如何是持之以恒，甚至是越来越好，慢慢累积，可以把这个球员的生涯推上一个高峰，这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对，所以大家应用的拱筹呢，我们就进到学校，已经举办了多少年了？5年了，我们今年是迈入第5年，总算鼓励。好，我相信这5年应该会有很多的收获吧？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啊？这个学校太远啊，这个学生不喜欢吃，还是说非常非常的感动，看到孩子什么样的改变呢？我先分享一下好了。其实我觉得我很光荣，就是说能够跟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一起来参与这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对于偏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可能不管是对于学校，或是对于教练，或是对于小朋友，或是家长，其实对于这些如何透过饮食能够让一个是在运动表现能够加分，或者是说能够在可能他们平常在运动训练的时候有一些受伤，或是比赛的时候，其实如何能够很快速的恢复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支持。当然还有刚刚提到说，能够用每天的一些营养来帮助他们打球的一个棒球之路能够维持得很长久。所以其实小朋友，我觉得他们都很认真，而且我们就是从偏乡就是这样子开车，静怡姐都开车过去嘛，一路也好很久的时间。那我觉得每次去，我就发现小朋友他们的眼神其实是有一种很期待。对，然后在上课当中也会很认真，而且我们在上课是前半段会有一个讲座，后半段是做他们的三明治。对，属于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的这个健康体力维持的三明治，他们就眼睛开始发亮。是黑熊厉害吗？就像我们现场有准备像这样子健康的餐食是吗？其实我们在现场我们是做三明治，比较简易。那我今天是带了一个这个满汉全餐，哇，很豪华，有水果，有水煮蛋，有坚果。然后还有淀粉类，这个是五谷杂粮的馒头嘛？对，等于是说，我们其实不管是小朋友，其实在吃面包，或是说这种馒头，我们会比较建议说，就是吃这种可能是全麦面包或全麦馒头。而不是每天都是吃那种白吐司，或者是说那种中式的面包，油跟糖的量也会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慢慢的，我都会让小朋友知道说，水果对他们是好的，然后杂粮类对他们是好的，那鸡蛋啊肉对他们来说也能够帮助长肌肉，所以慢慢的去灌输在这个饮食的部分，让他们知道说要有这些观念。哇，真的不简单呢！我就下肥安一路盘了，坚持5年了，我相信长长久久。因为我们的徐生明老师少棒赛一定是长长久久。我们营养讲座也是要让所有的孩子们赢在起跑点呢。那信威比数中，静怡姐哦，你自己不辞辛劳就这样开车到处去跑，自己应该有很大的感动跟收获吧？对啊，因为我们当初协会在设定的时候是以偏乡，那偏乡的话，你在交通这个部分会比较不方便，所以如果在台中以北可以到达的地方，我就跟师母说，来，我开车载你们去。对，然后我们就开车到现场，那看到那些小孩子的笑容，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哇，就很有价值，对不对？对，而且真的协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实际上仅仅走在谈书都记得，真的可以帮助到孩子，不管是知识上，或者是他们实际在操作上，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有这样的学习，有这样的知识，然后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对，所以他那个技术走下去，而且你们最远还飞到金门去啊？对，今年到金门了。对，因为前2年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是校园不能进去，所以我们有停了一下下。那今年就第一站我们就往金门，那时候就5所学校，就很期待我们过去。哇，真的这样子的感受，就会觉得好像带着这个使命感，然后看到孩子的笑容哈，起到非常感又感起，越做越有劲的感觉。对，对。而且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对，不然他们有些时候会乱吃。小朋友会乱吃，乱吃是不是反效果？就很像有在健身的人，如果喝了一点酒，就会把他的肌肉消灭掉，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好，所以是的健康，是的营养，是的抽改东西，就是吃对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一位运动员，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会朝好的方向去发展。对。好，所以我想等下下呢，你到将来继续来读营养师，韩国秘书长来讲到关于了几只比赛，韩国几多啲推行嘅理念么？等下继续到将来复习来咧。欢迎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節目，我係瑞塔玉天。今日呢啲節目當中，anytime 都可運動嘅應用，因為咧尋日大家都關心嘅是係此上面嘅受訪檢票數而開打了，大家聽出而準時來收看啦。新年嘅初六咧是係你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會出來，所以請大家聽出而收聽你客家電視台哦。今日啲節目當中邀請到應用師韓國協會嘅秘書長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再次的分享兩位分享。Hello，你剛才一起講的，我們就談到就是如何吃進營養、吃的健康，還要吃對食物，這真的很重要。尤其我們現在外食很多，對。然後身為媽媽，就是看到小孩吃的這樣子亂吃，就會覺得有點生氣。那希望說可以幫助孩子，甚至到不同的學校照顧孩子的健康，就是營養師就是很注重這個，對不對？會看學校的菜單，然後看我們吃的東西。所以，你針對呢所謂世界健康、世界營養、世界的東西，我們有幾點可以跟大家來分享哦。Rita 了解會有修班，比如說孩子說要怎麼樣吃的營養，針對身體有一些狀況，其實我們都可以有一些建議，對不對？對，沒錯。徐先生講到如果有乳糖不耐症的飲食建議。其實我會發現說，蠻多小朋友啊，就像對我兒子就有乳糖不耐症，對啊，他就不能喝牛奶。我讓他晚上喝。真的嗎？為什麼？早上我就不太敢讓他喝，因為怕去學校肚子不舒服。可是回家喝，我晚上就要慢慢跑廁所還比較方便。對，就晚上喝，晚上補充。我是這樣子啦，不曉得這樣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是如果真的一喝就不行的，其實如果以乳糖不耐來說，一個是漸進式，譬如說好了，不用每天給，譬如說我一個禮拜我可以先用1到2次，一個禮拜1到2天，然後少量，譬如說我從100cc 開始，就很像是以前 baby 的時候在給副食品一樣。對，這是一種。對，那或者是說呢，也可以是給像優格，我覺得也可以給可樂試看看，因為優格它本身因為有菌，這個菌它已經把乳糖分解了一些，分解的部分了，所以其實有些小朋友他反而是對優格它的耐受性是比較高的。哦，原來如此，原來很安用音。哦，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對，但如果真的牛奶都不行，有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攝取好的營養？對，其實以蛋白質來說，它的平常的3餐的飲食，那我覺得如果你沒有牛奶，那當然我覺得是比較可以慢慢的去做調整。但是平常的像是肉類，像是雞肉、魚肉、牛肉這些，或者是說呢，它的豆製品，像是豆腐啊、豆乾或豆漿，這個部分其實也可以放進來。還有像雞蛋，所以像早餐，假設通常小朋友早餐就喝牛奶嘛，當做是一個飲料。那他飲料這個牛奶不能喝，他就可以換成豆漿。對，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那如果有些小朋友他很容易脹氣，其實有時候如果我們在便利商店買豆漿，那就要留意說不要買那種有菊苣纖維的豆漿。菊苣纖維，對，就是有些他說他會加了纖維，增加纖維。但是加了這個纖維，有可能會讓小朋友脹氣的情形也會比較嚴重。對，所以其實就是買那種早餐店最單純的豆漿，可能對小朋友的耐受性會比較好一點。越簡單越好，對，越沒有添加物越好。對。所以安用菊苣纖維，它是一種幫助腸胃蠕動的纖維嗎？對，它幫助，其實對於我們大人來說，它是有益健康。但是如果說有些人他本身腸胃道比較敏感，
它容易胀气，或许有这个菊苣纤维，它反而会增加胀气的情形，它就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吸收。对，它就比较肠道会比较不舒服。对，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觉得它是好的，但是可能未必适用每一个人。哦，哎，要动动喉咙真的好多学问哦。对，所以其实照顾孩子的健康，像秘书长孩子可洛嘛，之前也是打我们少棒的。对，然后所以你就一路这样陪着他，要照顾他，不能喝牛奶，白天只有晚上可以喝，可以安用饮。对，所以他如果出去比赛的时候，我都会稍微交代他一下。就是说他如果说有些时候球队有提供比较含奶类的饮料，请他就是说先不要喝。还要叮咛他，对，让他自己去注意一下。不然在场上如果肚子翻腾，那就很麻烦。对啊，他今年5月份参加一个杯赛，就是有3天，就是3天就是肠胃炎。对，很严重。那怎么办？不就没力气了？还好那3天肠胃炎的时候打得还不错，因为心情放松了。这样子哈，不晓得为什么。可乐实力非常好，你有好好的训练跟遗传这样子。所以刚刚那个美宝老师讲到一叫重点哈，他的底子如果好，譬如讲你平常是有食臭的东西，平常营养就顾得很好，平常训练没走到动吼，所以他的肌肉各方面的发展，他的反应很好。如果真的碰到状况，就不会落差太大。所以这个就是要平常就是要养成。对，平常要累积，要打平常累积待二打不一好哈。好，找个类似讲，我们刚刚说摄取优质的蛋白质，刚刚讲到蛋是不是水煮蛋是最好的？对，其实以水煮蛋来说是最，因为它其实蛋啊鸡蛋，如果说我还加上其他的油脂再去做烹调，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其实那个油脂可能对小朋友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好。对，如果说有些在打棒球的，或者说一些职业运动员，其实他们会很留意说，平常吃的油脂是不是如果太过的高温，反而会让身体容易发炎。对，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水煮蛋是最健康的方式。那当然啦，如果小朋友觉得说每天都水煮蛋也不安，譬如说用点葱蛋啊，或是说番茄炒蛋，或平常的话就是在外面荷包蛋，我觉得这也都是 OK 的，至少它有补充到这个优质蛋白。所以它也都重要哈。然后吃水煮蛋也会加一点点盐巴。对，会有人真的会加一点，就是白蛋吃受不了了，加点有比较健康的油醋等等，大家都会走的，是可以变换一下口味的。对，Rita 有经验哦。我们还是要吃的健康，吃的健康。对，而且小时候阿公阿婆都会教我们，你吃水煮蛋加一点点盐巴，比较不容易胀气。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耶，营养师。这是阿公阿嬷的智慧。对，阿公阿婆昂传下来，就是让孩子可以吃进去。我们自己如果想要吃的健康，有时候我们也希望帮自己变换一点口味，但是是少油少盐的、少糖的，很容易。对，好，所以这个蛋白质是很重要，因为他们需要长肌肉，对不对？好，所以要动重要。早了呢。TPSA 讲，一位运动员他在比赛的前、中、后，在饮食上其实都会做饮食的控制，对，所以妈妈也会帮孩子控制啊，你要下厨啊。对，因为他那时候中午就是吃学校嘛，那早上有些时候他们吃不太下，所以就吃的比较少，所以我通常比较有时间补充的时候是晚上。所以我通常都会在晚上准备比较丰富一点，不是鸡汤就是鱼汤，然后再加一个肉类配一个肉类，然后再2道青菜1个蛋，因为就让他，只是我想说，因为就是一整天都集中在晚上，就是不晓得说营养师这边如果集中在晚上，这样子效果好不好？不过我觉得至少说他在晚上可能他的时间比较长，我觉得至少你3餐要有，可能就是某一餐其实它是营养也能够很兼顾的，那就很棒。你刚刚讲我都觉得我好想去你家吃饭。我也要，因为他们除了健康以外，他们也要赢在起跑点，要长得够高。其实棒球员你要长得够高，你才竞争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就很注意到，希望他可以长得比别人高。是，所以鸡汤、鱼汤就是帮他补充。对，就是对，一天一个礼拜至少会熬1次鸡汤。
所以照顾运动员，要照顾运动员，真的要很花心思哎。所以像他们在比赛的这些过程当中哈，预备，然后比赛过程到比赛完，包括他们身体有没有因为运动的伤害啊，或者各方面，和他们饮食上，像我们这边整理出3点，都是特别提醒他们要注意的饮食。对，其实小朋友啊，他们很喜欢喝手摇饮。说真的，其实不要说小朋友，大人其实我们就是也都会嘛。有时候觉得，压力大啊，忙碌，其实好像手摇饮就是很平常、很生活的东西。但是呢，如果说对于运动员来说，每天都喝手摇饮，这些糖分其实也会触发小朋友容易发炎，以及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对，所以其实我在这个课程当中跟小朋友分享，其实我都会一点点恐吓，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你一直在那个板凳吗？因为如果说你投不好，你没办法投出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一个准心，或者你接球没有办法反应没有办法很好，漏接，其实你就没有机会了。这些机会，所以你要让你自己的集中这个精神是很好的，专注力非常的集中。这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在生活当中，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自己要负的责任。因此，其实，在饮料的挑选，其实对他们来说，像是白开水，平常的这个饮料当中，其实白开水对他们来说算是最重要的。对，就补充流失的水分。那在含糖饮料就尽可能让他们，可能平常他们每天喝，那我会鼓励他们，那1个礼拜先喝1次就好了。对，就是从这个分量的部分慢慢减少。对，那第2个部分的话哈，就是避免吃那种不熟悉的东西。其实我之前有碰到小球员，他们要比赛之前，阿公妈很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早上呢就还熬那个海鲜粥给孙子，说你要上场比赛吃一个很棒、很丰富的早餐啊，这个海鲜粥。可是平常孙子本来就没在吃这种东西，那怎么办？不适应呢？他就开始觉得，就是吃了那个海鲜，发现说他容易拉肚子。对，所以其实平常我们的早餐，就算是在这个比赛之前，还是吃自己平常吃的早餐，但是在分量的部分可以再增加一些。对，这个部分还蛮重要的。哇，所以是东西在动重要。特别对运动员来讲，你要上场去征战的时候，就是要维持稳稳的步调，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好，来动重要哈。好，等下安尼倒转来继续来谈，来引用4大比数种来分享哦。伫咧几只退行嘅歌唱当中，有请到坐底老大家分享嘅哦。大家就能复习来咧 ，Rita 家下呢到咧应用4大比数中咧，他们都讲，你平常时食东西吼，也讲对运动员对你自家都会注意有3类嘅东西，平面睇。刚刚讲到，我们刚刚讲到说，比如说含糖的呀，还有就是说自己跟平常饮食不一样的饮食习惯，不熟悉的，对不熟悉可能要避免。还有一种动虫药非常重要，就是充斥在我们身边，就是人工色素，对不对？对，然后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要慢慢的给小朋友一些观念，因为小朋友他们自己会去便利商店挑糖果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也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他们可以自己去那个包装看后面它的标示是什么。如果说那个人工色素它是有号码的。其实对，如果只要有号码就是人工色素，对，比如黄色什么黄色4号、5号，红色40号之类的，其实那个有号码就代表是人工色素。其实对于他们的专注力或是过敏，其实这个部分都会容易发生。嘿呢，我自己在读一些相关这些内容的时候，以前我们不是说不要让小朋友吃糖，是糖为好，但是呢，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蜂蜜也是一种糖，黑糖也是一种糖啊，或是有一些比如说它不是那么精致的糖，其实吃下去微量应该适度的还好。其实重点原来是人工色素会让我们不集中，让我们过敏的反应，引起声音体的发炎反应。所以其实这个人工色素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对，像人工色素如果是容易好动的这个过动，其实有2个颜色。对，你知道什么颜色吗？哪2个颜色容易过动？哪2个？
我觉得我常常看到就是红色跟黄色这两个颜色，这是在包装上常看到的。还有什么颜色概念？我只想要不要吃糖就不会过动。对，没错，就是红色跟黄色这两个颜色，其实是会容易好发小朋友过动。我有问题，你不是看到人家包装上面看到最常见就这两个颜色啊？对，真的，对，所以如果有号码的，其实就是人工的，那就比较不好。但是我们就可以尽量去挑它是比较天然色素的，对，像有些它是用甜菜根的红色，那就不错。它是从蔬菜萃取的，对啊，所以我们还要学一些这些知识。你也可能是，它常会有很多就是他们的专有名词啊，我们可能真的不懂。现在我们就认又是水，韩国又好卖，你是某些，就是尽量真的能不摄取就不摄取，对不对？对。听起来还是有点紧张，所以吃东西很重要，连我们大人自己吃东西也是要挑选过的。好，所以你两位还有为大家准备讲，像这个美宝老师这边有准备了一个手板呢，不能大家看到哈，这是关于怎么样摄取营养，有没有是到健康的一个营养餐盘哦。对，我觉得也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是我跟大家我觉得最直觉的一个健康餐盘，就是211健康餐盘。也就是说呢，不管我们大人或小朋友，我们可以尽可能就像我们去外面自助餐在夹菜的时候，我们一个餐盘里面是不是能够有做好这个比例？有一半，有些是2，这个是蔬菜类，对，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加一个水果，蔬菜量大于水果量。好，那这样子至少说蔬菜水果5颜6色，这个是2的比例，也就是餐盘的一半。另外1/4的话就蛋白质，像是鱼、鸡腿或者是鸡蛋、豆腐，这个都是很好的蛋白质。另外的1/4就是全谷杂粮类。那如果小朋友，我觉得在外面有时候有点难，就是说通常都是吃到白饭。那如果在家里，也可以偶尔加一点糙米啊等等的。那这个就是在1/4，所以用211的比例，其实不管是大人或小朋友都能够吃得比较健康。哇，你动虫也好奇了哟。尤其在起的哈，我常常在外食的时候，我就会发觉，比如说我今天要吃什么面呐，去吃什么餐呐，其实都没有211的比例耶，除非自己特别去摄取。比如说你点了一盘面，它可能就是淀粉类，再来可能有肉类，少许的蔬菜，好，所以你平常日系的我们就说外食可能这个比较高油、高盐啊、高糖，然后营养是不是均衡就真的靠自己把关了，对不对？对，没错。然后这个蛋白质的部分少一点香肠，小朋友很喜欢吃香肠，就是偶尔吃就好了，这样子少点那种加工的。所以美宝老师都知道小朋友喜欢吃什么，或大家喜欢吃什么，但是对身体是不是真的有益处，那可不一定了。好，那这个我们静怡姐，你都怎么样帮孩子把关？说妈妈，我今天想要吃什么？走 demo 可以吗？像那个部分，我们通常就是1个礼拜只能有1次。如果说他们想要吃这个素食类的话，我就强调只能1个礼拜顶多1次。那因为我们外食的频率蛮高的，那外食要摄取这些东西真的是有一点困难，所以我基本上每个礼拜也尽量在家里多煮个几次，让他去补充这一些东西。对，外食有些少了，那在家里可以吃得到。真的好用心，还是要感谢妈妈，对不对？妈妈真的很伟大。所以还有讲到2点重要，其实我们要帮助孩子要健康改心种第一个就是睡眠嘛。好，刚我们讲饮食，好，我们第一个饮食讲完，再来非常重要就是睡眠，然后再来还有运动员，他们常需要补充钙质，对不对？如果以补充钙质来说，美宝老师有怎么样的建议吗？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从饮食，所以从饮食当中，其实如果说他可以喝牛奶，牛奶还是蛮重要的钙质的来源对，那另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好像是那种深绿色蔬菜，所以其实不要想说蔬菜没有钙，其实它蔬菜里面还是有植物性的钙质。那还有像小鱼干这些，我觉得它还是可以从这种211里面去摄取到他身体所需要的钙质。但是如果对运动员来说，他已经有一个运动伤害，其实这时候我还是会建议可以适时再补充一些钙片。所以额外的营养补充品，他们的钙的量是需要比一般人还要多的。对，如果说他目前是在受伤，他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复原，这时候他的量还可以再增加一些。所以呢，钙质对所有的骨头啊，我们的骨头它的修复是非常重要的嘛。对，所以要
加量再加量的概念。就是在那个时间加量的效果会比较好。那另外也可以选择钙片里面有加维他命 D 的，维他命 D， 对，它可以帮助钙的这个吸收运用比较好。哇，你都会动重要哎。那我们刚刚讲到还有睡眠啊，小朋友运动员他们可能早上就要晨操，然后一直训练，那可能晚上还要再做训练。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又等于是讲动牙水呀，也还讲回家做完作业还有很多的事情。其实睡眠常常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够。如何让孩子有一个规律充足的睡眠呢？通常在平常的时候，我都会，如果隔天要早起，就会让他们早一点上床，尽量睡满，一定要8个小时。哇！我都尽量让他们睡满8个小时。好棒！我现在听到8个小时就觉得哇，好奢侈哦。如果了解动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脑袋会清晰，对不对？对，而且有足够的睡眠，其实能够帮助他们的生长激素能够拉上来。有生长激素也才能够帮助他们长高。所以其实睡眠，其实你可以想用长高画个等号。所以有什么让我还够？哇，这样子一听就觉得马上赶快小朋友全部都去睡觉，这样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在生活中就可以帮助孩子去做到这一点。对，然后帮助身体的修复，所以对运动员来说，其实真的很重要。动重要哈。好，韩狗呢，刚才还有讲到如何为孩子选择这个好的食物，那包括这个。保健食品是不是也很重要？对，其实以保健食品来说，它可以补充我们平常外食当中其实没办法摄取到的营养，或是没办法照顾好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我觉得有2个我还蛮建议的，一个是益生菌，也因为其实小朋友很常见有一些肠胃道的状况所以其实益生菌先把他们的肠胃道照顾好。第2个部分是鱼油，鱼油也能够帮助小朋友，一个是脑袋，对 DHA 可以帮助我们的脑神经，它能够更加的顺畅活络，反应也比较快。那还有就是它们也能够帮助抗发炎，对，帮助身体的修复。哇，我今天收获真的太多了！西蒙美宝老师、西蒙静怡姐要照顾我们的国家的栋梁运动员，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落大家分享动作嘅知識咯，要學習動作嗬，無論照顧成嘅，又係呢自己嘅生活動作，都做得動要幫助，都要學習喎。今日再次希望兩位，希望，謝謝，希望大家嘅收看，邀請大家訂閱技術聽聽先生來做認同了，記得要準時來收聽，謝謝面小幫手。希望大家長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